係 Minnie， 前面已經帶大家認識咗基本嘅落單功能。今集呢，我哋繼續睇幾個交易入面非常之常用嘅進階功能，包括掛單、停利、停損，同埋好多交易者都會用得到嘅跟蹤停損。首先睇下掛單功能，如果你唔想一路喺度望住個盤，等價格去到指定位置先入場，就可以使用呢個掛單功能。只需要揀選掛單，然後喺掛單價欄輸入你想入場嘅價格。當市場價格到達咗指定嘅位置之後，系統就會自動幫你執行交易。跟住就係停利，停利咧其實就係預先設定好目標價位，當價格到達咗目標位置之後，系統咧就會自動幫你平倉，將利潤鎖定咗落嚟。再嚟就係停損，停損咧就係預先設定好自己願意承受嘅風險範圍。如果市場走勢同原本判斷唔同，當價格去到停損位置之後，系統就會自動平倉，幫助控制虧損。跟住要介紹 WebTrade 一個比較特別嘅功能，就係跟蹤停損。跟蹤停損同一般停損最大嘅分別係，一般停損設定好之後，位置喺固定唔會變，但係跟蹤停損就會跟住個行情向有利嘅方向移動，自動調整停損位置。舉個簡單嘅例子，假設你喺某個價位做多，並且將追蹤停損距離設定於10美金，當價格上升10美元，停損嘅位置咧亦都自動向上移動10美元。如果價格繼續上升，停損位置都可以繼續向上移動。重點係，如果價格之後開始回調，跟蹤停損咧係唔會向後退嘅，佢只會跟住盈利嘅方向移動，唔會跟住虧損嘅方向移動。咁樣做嘅好處就係，當行情持續向有利方向發展嗰陣時候，可以盡量保留盈利嘅空間，同時咧又可以一步一步鎖定已經賺到嘅利潤。好多趨勢交易者都會利用跟蹤停損，令到盈利單有機會走得更遠，而唔需要不停咁樣手動去更改呢個停損位置。如果想使用呢個跟蹤停損功能咧，只需要喺設定跟蹤停損欄位咧輸入相應嘅數值，系統就會根據你設定嘅距離，自動追蹤市場價格變化，協助管理持倉。整體嚟講，掛單可以幫你提前規劃入場位置，停利可以幫你鎖定利潤，停損可以幫你控制風險，而跟蹤停損就可以喺保護利潤嘅同時，令到盈利有機會繼續擴大。好啦，至此我哋已經快速認識晒 WebTrade 嘅核心功能，由註冊開戶、資金管理、TC 策略、社區互動到基本落單同進階落單功能，都同大家完整介紹過一次，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更快熟悉平台操作，同埋更加順利開始自己嘅交易體驗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